忠誠嘅狗仔狗女遇到火麻，又會發生咩事呢？查查，點解咁快講狗仔狗女嘅？因為有觀眾留言，如果你哋特別想知邊個生肖運程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快啲講下狗狗嘅性格啦。狗仔狗女責任心爆棚，忠誠可靠最穩妥，親朋好友無甩拖。當遇到唔公平嘅事，佢哋會正義當頭真心意，唔識轉彎扮唔知。你啲功課做成點啊？點解你咁懶㗎？你唔佢哋會用鬧嚟關心你，外表死撐好自保，罵床關懷對人好。狗係戌土，同代表馬年嘅午火兩股能量結合，變成一個摩打安裝喺狗仔背後。今年狗仔狗女會有好運氣。樹土午火結力量，意遇貴人運氣。Cheers, everyone！我教你整 cream brew， 計劃得到貴人助，事業機遇一籮籮。狗狗運氣唔錯，不過摩打過熱會着火。今年小心火氣過盛，火猛直率唔收掣，得罪伙伴破關係。心浮氣躁難入眠，震騰容易皮膚炎。我哋經犬推介邊種水晶俾狗仔狗女啊？係黃水晶。今年狗狗機會好多，投資容易心紅，機遇太多財富失，黃晶所財免損失。隻股票都升緊喎。有風唔好使盡力，看準時機最實際。依家興洋蔥味同蒜蓉味咖啡，好奇怪喎。一味跟風轉牛角，提升自信靠觸覺。都係買返京犬香醇咖啡啦。除咗黃水晶之外，我哋仲可以為大家客製水晶泉。大家有興趣，請留言或私信我哋，仲有訂閱我哋啊！下次見。